今日要来去找找一风堂拉面。这家发现讲，原来伊的周围拢是排队店。Oni no Teishoku，我要找益丰堂伫遮。我第一件接触到益丰堂的拉面是伫1999年，迄时阵店面是写做安尼，menu 用的是汉字落去写的，毋是像人一般看到的拢是用相片。座位无多，迄个时阵的赤丸拉面是生做即个型，即个是白丸拉面。当然，即摆一定完全无相款咯。这啊，赤丸鲜味啦，这嘛迄白丸甲赤丸。会早你食过卵啊，就免了啦吼。会早你有食过卵啊，所以就安尼就好啊。你加卵就搁加钱啊。对，再甲你讲是伫倒来哦。今日专工来，就是要看看伊的滋味，敢有走进去。其实即摆为外口看较内底，拢无相款啦。这免钱。应该是南非国宝茶啦。我咧想。头拄仔有甲你讲吼，我就是看迄个福库找到你遮来。20年前，1999年，结果头拄仔伊有甲咱讲无毋对，因20年前就有遮就有啊，就是即间，只是内底总是改装变较好。较早来就是做典型的迄款迄个日本的小老面店迄落。无啦，这是啥？豆芽菜。豆芽菜参盐的哦。哦，即摆嘛会绕英语哦。这是你的白丸。对。有啥有你有卵嘞？我分一半哩啊，下早也袂食伤多啊。细面。这是赤丸，这里是白丸，这有啥的？就是细面，水果细面较少。为什么细面呢？因为细面安尼煮较紧熟。古早时代迄落是即种算讲海港的城市有真侪移民要出海赶紧食有饱。就是你若只要无够饱的话，安尼伊就当搁赶紧搁做意面，搁叫伊加面啊。这益丰堂我捌伫1999年的时阵来到遮。一只7仔9啊。7仔9。7仔9，票7仔9，比台湾的较真俗，10几箍。比台湾俗。上重要是我甲你讲吼，这20年前来遮吼，安尼价钱是600块，日票600，即摆嘛是日票7仔9尔，可见因无起介多。台湾的面实在是起介多。好，安尼介绍无啥变，味嘛无啥改。